耶稣平安。平安。此时安静咱的心，首先甲咱的手机关机，进入今早起的礼拜。来呀，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时，咱用欢喜唱歌来阿罗咱的上帝。咱来吟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请起立吟全首。
这时，咱阿头动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阮真正有感受到主你的伟大。阮夜目看山，凄翠的山岭是你所创造的；看海，深渊的大海也是你创造的。每一个生活中看到的人，嘛是你创造的。阮看到教会花园中的每一缕花，也是毛毛虫，因拢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伫这个世间，无一个人是生做是共款的，个性嘛无共款。上帝，你悠然照阮的本相来疼惜阮，阮感谢你，因为阮看袂到你，上帝，所以当阮的个性若阁压起来时，阮就目中无人。事后嘛常常会反悔，但是定定阁重蹈覆辙。主啊，求你赦免阮。当阮伸手去帮助别人的时，我阁会烦恼家己以后阁无够用。求主你怜悯阮，对你的信心无够。圣经有讲，着好人，上帝就会互恁。主，你的话帮助阮，提升阮。对你有信心，因为你的恩典永远有够阮用。只是安静阮的心，互你的话进入阮的内心，照着牧师的嘴所讲的感动阮，互阮听了记会牢，阁行会出来。只是阮袂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你对亲像是天，我的日时也要给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兄弟来引。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伫世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会记到死亡。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去救。因为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毋过，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偌尔啊水。毋过，毋是所有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是对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时，咱来共听上帝话，伫圣经《使徒行传》11章21到26节。21节，主的快乐甲因同在，
神来归主的人也真多。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因就派巴拉巴去安提阿。伊一个到位，看到上帝有赐因恩惠，就欢喜，劝勉因大家着专心一意信靠主。巴拉巴是好人，互相信充满，阁有信心。迄时有真侪人信主。后来巴拉巴去大数找扫罗，找到就带伊去安提阿，足足1年久。因两个甲教会的人聚会，教是真侪人，门徒称作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以上就是俄罗有女团契要献诗，因呢要献的诗歌是：我知主掌管明天。
牧师要甲咱分享，今仔日的主题是陪伴充满挑战的人。来宾这平安。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即个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咱今仔日嘛真感谢咱侪咱的姊妹伫咧不管是伫咧做招待，是伫咧诗班献诗，以及伫咱的书会等等，拢做真好的工。上重要就是要透过即个纪念主日，搁一摆来唤起咱逐个人来安尼看见妇女伫教会内面怎样做好的工。伫耶稣的即个宣教的即个过程内面，咱真侪时阵看见耶稣安尼到处去。有一个所在一直拢无啥记着的，就是妇女吼。其实耶稣咧宣教、咧传福音的即个过程内面，有真侪时阵，伊行去到倒位，其实后壁拢有缀一群妇女，因伫遐点点做，无。耶稣甲着这学生到底要食啥物货？拢伫咧迄个中间，妇女拢做安尼真好的工。咱嘛会通看见咱的教会内面有侪姊妹嘛是共款，拢是点点做，做真好的工，也帮助教会，侪事工顶面，拢真积极伫遐做。所以咱也来继续来关心咱。教会规个对总会一直属下落来，正教会即个妇女事工所做，毋若关心嘛带到，也为着因的即个事工来奉献，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主日成的主日，阮搁一摆来到伫主日的第二，愿你的神即时踮伫阮的中间。搁对阮来讲话，互你家己的话语，主你家己亲自圣神来引带启示，阐明你家己的心意，互阮会通对你圣经的话语内面，互阮会通得到激励，得到帮赞，也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伫教会服侍，拢会通真正荣光主你的名。愿咱的恳求祈祷，靠着主的圣名。咱今仔日即个题目叫做陪伴充满挑战的人。那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叫做陪伴充满难搞的人。安尼就会较清楚知影咧讲啥物货。伫咱的生命内面，总是爱陪伴一寡遮个充满挑战性的一寡遮个人。伫咱的生命的即个旅程的中间，啥物人甲咱做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因为遮个人是怎样，伊会影响着伫咱的即个人生的即路程内面，到底是快活呢？欢喜呢？是充满了忧愁？我毋知影咱的生命中间陪伴咱、甲咱做伙的人到底是啥物人？因敢会安尼很难搞，是甲咱，是讲甲因伫遐安尼同工的时阵，真学伫同工，是因总是互咱迄个咱讲精神安尼非常的紧张，是讲伊。甚至会安甲咱站一骹，伫咱咧做的时阵，甲咱安尼偷偷甲咱站一骹。我相信伫咱的生命内面，总是会有面对安尼的人。真侪时阵，遮个人事实上伊甲咱真亲近，无伊若是无甲咱真亲近，咱就会用真紧就来甲伊闪开，甚至咱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安尼，咱讲真沮丧，因为咱无法度避免安尼的人伫咱的边仔，因为伊本身就是甲咱真亲近。有时咱甚至咱嘛会感觉安尼真感觉讲真愤怒，甚至咱
安尼用要讲用要放弃，无搁再想要见着安尼的人。安尼的人有可能是咱的伴侣，是讲咱厝内的人，伊嘛有可能是咱的同事，是咱伫咧教会事工顶的同工，嘛有可能是咱伫咧小组或者的组员，有时咱的心内伫遐咧喊话，伫遐咧话讲，我实在是用要挡袂牢伊啊！我要怎样？我有啥物办法会通好来甲伊撇开？今仔牧师要甲咱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就算是耶稣伫咧伊的性命内面共款有安尼迄款安尼的人，咱会通知影，就是耶稣伊的12个门徒，即12个门徒内面至少有7个就是迄款安尼有问题的人。因是啥物人呢？第一个就是犹大，咱真清楚知影犹大伊出卖耶稣。第二个会通讲应该是讲3个就是甲耶稣非常亲近的即个学生但是因有缘带来侪的麻烦。第一个就是彼得，彼得伊时常讲毋对话，伊定定安尼讲足夸大的话，结果伊事实上家己做袂到。第三位甲第四位就是即个雅各，甲着即个约翰，即两个兄弟，伫咧圣经记载讲，因叫做啥？雷子。啥物是雷子？就是因为性地真歹，伊足爱生气的。即两个兄弟有一遍耶稣带着门徒去到一个庄舍，去到迄个庄舍，结果迄个庄舍无要甲伊招待。即个雅各甲约翰安怎甲耶稣问？讲你敢袂通好叫安尼对天顶降火降雨下来，甲即个砖头甲烧掉啊！我相信咱袂爱甲即两个人做朋友，因为毋知倒一天若无好势的时阵，咱会叫伊BBQ去。第五个是叫做多马，多马是一个真妖异的人。第七个咧，叫做分类党的即个迄个第六个是分类党的西门。什么是分类党？就是激进分子伊就是伫咧迄个时代，安尼，迄落算讲安尼，算讲咱讲伫咧政治上是迄个对政府，尤其是即个罗马帝国的政府，因犹太人是有实面的，所以因是伫遐咧对抗政府的。哇！耶稣的门徒内面一个即种的，你看卖代志足大条的。迄耶稣2、3个就去互这伊的学生是即种的伊就准备去互迄个罗马帝国甲扣去。第七个马太，伊是一个税吏，也因为安尼，所以伊的名声无好。伫耶稣的12个门徒内面，7个拢充满了问题。圣经若慢慢记载讲，耶稣教示因的时阵，因总是袂明白。伫咧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安尼讲，保罗伫遐讲，兄弟姊妹着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是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济人有智慧，无偌济人有能力，无偌济人属上流阶级。伫即中间有讲到讲无偌济。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所以无偌济，到底是咧讲啥？就是真少伊讲恁中间迄个无偌济人有智慧，安尼是啥物意思？就讲大部分拢是戆的。咱即个伫咧当圣经安尼咧讲的时阵，是包括着我本身啊。
咱拢是包括伫咧迄个戆的内面，因为咱时常袂明白上帝的话语。无真侪人有智慧，无真侪人会通真明白上帝的话语。现在明白为虾米咱就会通明白讲是安怎伫咱的身边有安尼遐尼啊侪即种难搞的人。为虾米咱身边内面，咱的身边充满了足侪遮挑战的人？会记得耶稣伊还未选择这12个门徒进前，伊是安尼，咱讲通宵达旦吼，通宵伫遐祈祷。所以咱会通安尼讲，这12个门徒其实是上帝亲自为耶稣所拣选的。若是讲这12个门徒是上帝的旨意啊，互耶稣来安尼拣这12个门徒。所以讲，上帝的旨意是，咱会通安尼讲，上帝的旨意就是将一寡遮个充满挑战性的人放伫咱的身边。所以，弟兄兄弟，当咱身边充满了迄种难搞、真充满挑战的人伫咱的身边的时阵，咱毋通埋怨，咱应该爱感谢上帝。咱甚至咱会通安尼。逐工吼，下早起床起来，咱就安尼对镜来看咱家己啊。对即个镜内面，甲咱家己讲，即个镜中的人，可能就是即个世间上充满挑战的人。当咱安尼伫遐看咱家己，伫遐对咱家己讲，咱就是安尼的人。安尼，咱到底要怎样？来甲着即个充满了侪即个挑战的人啊，来安尼做阵。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啊，咱看见一个人物叫做巴拿巴。巴拿巴，伊是怎样甲着遮个充满挑战的人伫遐安尼做阵的？咱检测会通对伊的身躯顶来学习着啊，伫伊的迄个咱的性命内面，咱面对着遮个真。到底安尼甲伊啊做阵的人，充满挑战的人啊，咱要怎样来啊？伫遐甲因安尼做阵，甲因同齐服侍。其实巴拿巴即个名啊，毋是伊家己本身的名。巴拿巴即个名其实是一个绰号。巴拿巴伊的名叫做啥物货？伊真实的名叫做约瑟。哦。巴拿巴即个名意思代表讲，伊是一个常常鼓励人的人，因为伊的生命内面，伊时常鼓励人。啥物人需要鼓励呢？就是对家己无自信的人需要被鼓励。迄个毋敢踏出一步去安尼讲尝试一寡新的代志的人，安尼的人需要鼓励。也是讲安尼。伫咧迄个放弃的即个边缘，安尼的人，啊，伊特别失败，伊用要安尼逃走，即款的人，啊是讲迄个伤过看重家己，啊是讲真敏感，啊是讲无有安全感的人，这拢是会通讲是充满了挑战的人，因拢需要被鼓励。所以如果咱若是一个时常会晓得捌安尼来去鼓励其他的人，咱会安尼咱所讲出来的话，就会通互遮个人，互因感觉安尼受着鼓励，受着安慰。巴拿巴伊所陪伴的是啥物人？啊，伫照圣经记载，伊陪伴就是保罗。保罗伊的别名叫做扫罗，哦。扫罗是希伯来名，保罗是希腊名，拢是同一个人。保罗是新约内面一个充满安尼有充满影响力的人，伊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使徒。伊甚至是安尼会通讲是伫咧新约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即个作者。规个新约安尼有1/3拢是伊写的。巴拿巴啊，伊犹原嘛鼓励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翰马可。这位约翰马可，
也就是后来写马可福音的人。巴拿巴伊开真侪时间来陪伴这两个人，这个约翰马可甲着这个保罗。落尾手这两个人就成做一个真要紧的人。安尼，咱就要来，我即摆就要来看这个保罗伊的这个性命。保罗伊原底伊本底是压迫教会，伊压迫基督徒的人。伊去到伫每一个邻家去掠基督徒，将遮个掠着的人来放伫咧即个监牢内面。伊其实甚至嘛是造成迄个司提反安尼迄个顺道的人。落尾手伊为着要扩大伊即个安尼即个压迫吼，迄个压迫基督徒安尼即个计划，伊甚至去到伫大马色。结果是伫咧半路的中间，伫咧即个路途的中间，去互上帝甲伊拍，甲伊击打伊的性命，伊就成做一个信主的人。当伊信主了，伊想要搁较认捌耶稣，所以伊就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结果转来到伫耶路撒冷，伊要来去找遮个门徒的时阵，逐个人惊伊啊！所以无有人敢相信伊，无有人敢插伊，无人敢甲伊联系。所以逐个人拢想要看到伊，就赶紧对伊面前赶紧的逃走，甲伊无关系上好。除了一个人，迄个人就是巴拿巴。当所有人拢拒绝保罗的时阵，是巴拿巴伊亲自去找即个保罗，伊亲自将保罗安尼带到伫即个使徒的面前来介绍保罗，互门徒来熟悉。也因为即个巴拿巴伊的介绍，后来保罗伊才有法度甲着即个门徒安尼同齐伫迄个中间来服侍。落尾手差不多伫咧主后37年的时阵，因有一仔分开，因为迄个时阵干那先介绍巴拿巴介绍保罗互耶路撒冷的遮个使徒熟悉。落尾手保罗一仔安尼转去伊的故乡大数，经过10年久，巴拿巴走去找保罗，邀请伊去甲伊同齐服侍，去倒位？去安提阿教会。迄个时阵，安提阿单即个城市安尼进入一个咱个会通讲一个大复兴。所以伊伫遐有做事工，伊需要做。结果伊伫遐想讲，安尼有啥物人会通好来去找，来帮助伊的即个事工来即个推展。伊走去到250公里外的即个大数的所在，去遐找保罗来到带伊转来到伫即个安提阿，同齐伫安提阿伫遐同齐服侍。因伫安提阿服侍1年久了，上帝对因讲话，对安提阿教会的人讲话，讲要派巴拿巴甲保罗去为我来宣教，所以因就出去宣教，去开始即个宣教的旅行，去服侍其他遮个教会。所以巴拿巴甲保罗毋若是教会内面迄个服侍的迄个讲同工伙伴，嘛是迄个宣教服侍顶面真要紧的一个咱讲亲密伙伴。伫咧迄个过程安尼，总共有12年久安尼即个友谊安尼甚至因有用3年时间是真积极安尼伫遐安尼讲亲密的迄个服侍一个伙伴。但是当因还未进入伫咧第2摆的即个宣教旅行的时阵，发生一件代志，因冤家圣经讲圣经讲因两个人已经剧烈冲突直到着分开。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因
毋是迄种真简单的迄种意见的无效，是非常激烈。照圣经记载是非常激烈的迄个争论，非常严重的迄个意见的袂合。咱会通知影，一开始的时阵是巴拿巴照顾着保罗，巴拿巴互保罗真侪的机会，是巴拿巴伫迄个中间伊训练即个保罗。嘛，互保罗安尼，迄落侪即个服侍的机会，甲伊同齐伫迄个中间合作。保罗诚做迄个领袖内面的领袖，原因是因为保罗即个人，伊的迄个性格非常的强。较即款安尼的人，安尼同齐服侍，论真讲是真正无容易。因为伊充满了安尼，咱讲保罗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一个人。要甲着即款安尼性格的人同齐同工，非常的困难。安尼咱的厝诶内面，敢有安尼的人？伫咱的服侍的过程内面，敢有安尼迄款的同工？也是讲伫咧你的小组的内面，敢有即款安尼的人？是甚物会，互巴拿巴伊愿意伫遐开时间、投资时间伫保罗即款安尼的人的身上？到底巴拿巴的性命内面，伊到底有甚物款的特质？甚至会通讲伊伫迄个过程内面，伊经历侪甚至讲像讲安尼侪遐出卖人的、失败的人的，因有愿意伫迄个中间继续来安尼陪伴、来跟进遮的人。圣经一提到巴拿巴的时阵，讲伊是一个甚物款的人？讲伊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巴拿巴伊将伊家己的地卖出去，落尾就将遮的钱所卖出去的钱捐出来，互当初是迄个初代教会拄好开始，侪人安尼。伫咧耶路撒冷迄个所在，因领受着福音了，因国外因就无阁转去因家己的本乡，因就伫遐等待耶稣的再临。所以因伫迄个中间，巴拿巴伊卖掉伊家己的土地、伊的财产了，将所有的钱来捐出来，来互遮有欠缺、有需要的人。迄个慷慨的迄个，咱讲迄个真要紧的迄个精髓就是人比财富搁较重要。伊愿意将伊家己的迄个财富来分享出去，互侪人迄个安尼会通安尼讲减少一寡受苦。慷慨的人总是安尼迄种会通安尼讲散发出一种的信息，就是你比我的财产、我的财富搁较要紧，搁较重要。巴拿巴就是一个对人安尼非常有兴趣的人，要成做一个慷慨的人毋是迄个你需要偌济钱，上要紧的是爱成做一个愿意的人。亲像伫咱的圣经内面另外的记载就是亲像迄个奉献2个小钱的即个寡妇。是伫咧迄个安尼，迄个提出迄个伊家己身躯所有的即个5块饼2尾鱼的即个囡仔，迄是伊的中斗顿，伊欢喜甲人伫遐来迄个分享，就互5000人食饱。咱有是无通，毋是决定讲咱是毋是一个慷慨的人。你做是你有的真少，重点是咱有愿意无。真侪时阵，咱看到咱甚至咱会通看到迄个，甚至迄个咱讲比较较善的人，结果伊安尼讲欢喜给出去的反而较济，毋是伫咧迄个数目的济少，是伫咧伊所拥有的迄个百分比。即个奉献2个小钱的即个寡妇，伊将伊所有伊的养生的，拢总摕出来，
所以，互咱学习到迄个对人拢，迄个对人需要慷慨，因为人真重要。第二，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巴拿巴是一个伊看到人的价值的一个人。当真侪人看到保罗的时阵，因只有敢若看见伊是一个压迫教会的人，压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巴拿巴伊看到保罗的时阵，伊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迄个讲潜力的一个温度，是一个非常充满潜力的一个温度。这个人以后伫上帝国度非常有路用。真侪时阵，咱甲人的关系会出现迄个裂痕，是因为咱看到对方的迄个弱点，咱就伫遐感觉不安，咱就感觉生气，甚至咱会想讲，伊哪会通对我讲安尼的迄款的话？敢讲伊毋知影伊讲即款的话，安尼对我是一个伤害嘛？你兄弟，咱需要安尼讲超越即个咱所陪伴的人伊的迄个弱点，安尼咱就会通好来去欣赏，也是培养咱所陪伴的人因的即个咱讲伊的强项的所在。咱通小想一下，咱的即个四围咱四边的遮个周围的人，咱无搁再去想因的弱点，咱爱开始去想因的迄个强的所在。想看觅啊，因要安怎来安尼受到安尼咱讲鼓励来发挥伊的迄款安尼的潜力。然后想看觅啊，咱要怎样来帮助因？我毋知影伫咱中间有偌济人有迄个收藏石头的迄款的习惯。我毋知影你会伫咧路边看到一只石头，赶紧来甲捡起来，捡起来佫毋拿紧，赶紧的甲伊放咧车顶。哦，即只石头真要紧，哦，来行去哦，叫人抢去。看到一只石头足水的，吼，哇，一只石头安尼赶紧的。就赶紧甲藏起来。我想咱应该袂，因为石头无有价值哦。但是咱若搁较清楚一个看讲，即粒毋是普通的石头呢，即粒石头叫做金伯利岩。即粒金伯利岩伫咧伊的石头的内面有啥物货？有酸石。所以咱若假使只有干那看到伊的外表是一粒石头，伊就是一个无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若会通越过、超越即个石头伊的外表，看见伊即个石头的内面的迄个内面有迄个有价值的迄个山石，就无共。所以咱会通讲，咱今仔日咱伫咧咱的厝内面，咱即个我要安尼甲因讲，咱最新鲜的，你的太太是一个无价之宝。同款，嘛要甲即个做某囝的人讲，你的先生也是一个无价之宝。伫咱的生命内面，充满了侪即种安尼充满挑战的人，因伫咱的生命内面，拢总是无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伊的12个门徒竟然有7位啊，超过一半，充满了挑战。巴拿巴伊另外佫有啥物款的特质？伊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圣经怎样来描写即个巴拿巴？咱若看《使徒行传》的时阵，《使徒行传》内面一开始，你看嘛，伫咧遐因讲起着即个巴拿巴甲使徒的时阵，因安怎讲？因伫敬拜神敬拜的时阵，圣神甲因讲，着为我指派巴拿巴甲扫罗去为我做呼召。巴拿巴是放咧头前，但是咱若搁继续来看即个《使徒行传》第13章的后壁面的时阵，咱会看见讲，迄个做有一个改变。
因伫咧即个宣教的旅程内面，因去到伫迄个希腊人的所在时阵，迄个记载突然间来做一个改换。伊讲保罗甲伊的同伴对帕弗开船，原底本地拢是巴拿巴、保罗。即个时阵讲保罗甲伊的同伴，连巴拿巴的名嘛无串过来，直接因为迄个只要伫讲伊的同伴咧讲的就是巴拿巴。但是，即个所在啊，保罗安尼落尾手伫咧几个即个，咱讲迄个宣教旅程内面啊，后来诚做比巴拿巴搁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安尼巴拿巴伊敢有受到影响？伊敢有介意？虽然后来保罗较着即个巴拿巴因意见不合。意见袂合，所以咱会通看见保罗伊有做啥物，伊做了啥物款的代志。伫咧《使徒行传》15章的所在，伫遐安尼记载，伊伫遐讲起着讲，毋过安尼保罗想讲无适合，因为马可捌伫崩毁玻璃迄个崩毁利亚离开因，无继续甲因做工。就是讲保罗。伊甲巴拿巴伫遐争执是咧争执啥物代志？为着即个马可，即个马可，伊伫遐原底伊就因为较少年，所以伊感觉讲即个宣教的事工，感觉讲非常的困难，所以伊感觉真忝，所以要转去。伊若认真讲马可伊的生活会通讲较好啦。咱即摆讲叫做富二代，所以伊伫咧迄个过程内面，伊感觉讲，我拄着即个宣教即个事工足困难的，所以伊会软手啊，所以伊就离开因去。但是巴拿巴伊看保罗，看马可是无共款的，伊看见的是伊的未来，所以巴拿巴讲要带迄个马可，甲着因同齐去做宣教的人，保罗say no。咱用想象哦，保罗，迄个巴拿巴是保罗的啥物人？咱若认真讲是伊的师傅对无？结果师傅讲我要带马可，伊讲啥？袂使。哦，一下就讲袂使。哦，你用想象讲，伊甚至若咱认真讲，哪亲像咧甲伊的师傅讲，你咧带马可即个人，你有够戆的。你毋知影讲伊进前是伊进前安尼宣告一半就走去吗？你要想象讲，即款安尼保罗是一个安尼真会通讲真挑战、真难搞的一个人。伊非常坚持，伊毋肯带着即个马可去，无通好参详。因为马可伊伫咧即个宣教做了道兵，伊就对，所以保罗甲着巴拿巴就为着伊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论。巴拿巴伊应该非常的生气，但是伊却无发脾气。虽然伊互即个保罗伫遐来甲伊安尼甲拒绝。但是伊非常的平静，落尾手，因两人就分道扬镳。保罗拒绝了马可，巴拿巴就带着即个马可上路去到是塞浦路斯，去遐宣教。巴拿巴继续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带着即个马可来鼓励马可。落尾手就是因为巴拿巴的缘故，即个马可后来成做一个非常安尼真有才调的人。即个马可后来嘛是成做彼得真要紧的学生啊。所以后来保罗伊伫咧圣经内面安怎讲？伊讲伊伫咧。即个提摩太后书的所在讲，你着带马可来，马可做伙来，因为伊对我的侍奉真有帮助。即个巴拿巴比
保罗看人看了搁较准。保罗罗马手讲，马可对伊是有对他，然后咱华语讲，在他的服饰上与我有益啊，讲对我的侍奉真有帮助。所以，弟兄姊，如果咱若无谦卑，有可能会伫咱的性命内面，安尼夹着咱同齐的一寡人，伊有可能伫咧发展的迄个过程的时阵，就去互咱安尼讲，咱讲掐死了。若讲较严重，讲咱就去互咱互咱抬去。巴拿巴愿意将伊愿意将伊个人的一切的迄个荣光，伊会通放弃家己的迄个地位。你用想想讲，伊原底本体应该是爱伫咧保罗进前的，伊无看重这，伊愿意将伊伊愿意互遐伫咧伊的性命内面充满挑战的人，做机会。因为巴拿巴伊的心中内面只有干那啥，只有干那有上帝的国度啊，甲着。安尼，上帝的国度的荣光，比伊个人的荣耀搁较要紧。所以巴拿巴对倒位安尼得到迄款安尼的快乐，伊互伊会通好变成做一个慷慨的人，搁伊有法度安尼甲着即个种遮充满了挑战的人同齐伫遐同工，伊搁是怎样伫咧安尼被拒绝的迄个中间，伊犹原是遐尼啊谦卑。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安尼，互圣神充满的人，伊的性命是互圣神伫遐安尼伫遐来引带。即款安尼，伫即个所在，迄个圣神充满，就是受圣神的影响，佮顺服圣神的迄款的安尼引带。巴拿巴伊的性命是一个不断伫咧圣神的引带下面，继续互人得到鼓励，因为安尼。所以伊有法度安尼服侍侪人，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咱家己，咱要怎样来去陪伴迄个生命充满了挑战安尼的人。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可能拢有迄款安尼，伫咱的生命中有一寡侪遮的即种难搞的人，真有可能拢是上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啊。搁咱上好的方式就是，咱爱去学习要怎样来陪伴安尼的人。巴拿巴伊怎样做？伊非常的慷慨，人安尼伊伫遐中间，伊看重人比伊的财富较要紧。巴拿巴伊看见人的价值，伊看见伊会用看见迄个人伊的需要伊就。安尼，将迄个安尼，伊一切所有的迄个伊的精力、伊的时间、伊的财富来陪伴安尼的人，伊需要伫迄中间来超越、跨越伊所面对这边仔的人，因的迄款的软弱，来发展因的迄个强的所在。巴拿巴伊是一个非常谦卑，佮伊会通安尼欢喜伫咧中间来安尼支持人、鼓励人。如果咱若会通安尼谦卑咱安尼对无共款的人，甚至是出卖咱的人，拢会通安尼，咱犹原继续安尼伫遐徛会牢。对巴拿巴来讲，上帝甲上帝的国度。比伊个人的荣耀搁较要紧，搁较重要。上落尾，巴拿巴是一个互圣神所充满引带的人，伊是一个不断伫迄个中间来互圣神更新的一个人。我一开始咱有讲过，咱需要逐工来面对咱家己，看见迄个镜内面咱家己的本身，来对咱讲，咱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人，我感谢上帝，亲像我这款这么难搞的人上帝犹原继续使用我。
也有侪侪人伫咧迄个中间来陪伴我，互我来得到成长。所以弟兄兄姐，伫咱的中间有侪侪迄个充满了迄个潜力、潜能的人，伫咱的中间，咱就应该来欢喜来陪伴安尼的人，互因有机会受到培养、受到鼓励，互咱会通成做伫因的生命内面的迄个巴拿巴。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咱搁一摆来学习巴拿巴伊款的生命特质，来互咱的教会，互主的教会充满了侪侪遮的，虽然会看见讲主的门徒内面有侪侪遮充满了这挑战的人，但是遮的人却是主所要动用的人。咱伫咧迄中间，如果咱每一个人拢诚做迄个巴拿巴，我相信伫咧即个教会内面就会充满了侪侪的活力。虽然有侪侪人甲咱无共款，但是咱却伫咧迄个中间，要为着主的角度来安尼鼓励，也是讲造就更较侪主所要动用的人，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阮拢是充满了挑战，拢是难搞的人。主，阮感谢你，你伫阮的生命中，拢为阮备办侪侪遮个巴拿巴，来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中会通安尼受到培养，受到激励。主，阮感谢你。也求主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看见阮家己的生命的处境，阮就反倒过来，阮也要诚做侪侪人生命内面的迄位巴拿巴，互侪侪人因为阮对因的服侍，阮看重因，阮欢喜来甲伊陪伴。就主你家己要成就你的心意，伫阮中间的所有正兄姐，互你的教会，因为侪侪人来受到唤起，受到培养，主你的教会就要充满了人才，侪侪充满了侪侪主你所要动用的器皿，愿你家己成就你的心意，伫你家己的教会中间。愿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诗，圣诗485首，主赞阮互相接纳，吟全首，请起立。
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滚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一定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江素敏、邱桂枝姊妹。起立，请起立。天父，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今仔日照着牧师对阮讲的，知影耶稣竞选的12个门徒内底，竟然有7个拢是充满着挑战的人。伫阮内底，智慧无偌济，能力也无偌济。阮知影，求主帮助阮，当个同事内底，当个厝内底，当个教会的同工内底，拢有一寡是充满挑战的人。求主帮助阮，会当学习巴拿巴，会当学习巴拿巴，做一个慷慨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听阮的主，因为你听阮，阮就会当听所有充满挑战的人。主啊，感谢你，因为万物拢是对你来，阮当甲淡薄的金钱奉献予你做教会的路用，求主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
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以这教会看到上帝有赐因恩惠，就欢喜。训练因大家着专心意信靠主。使徒行传第11章23节。以这教会看到上帝有赐因恩惠，就欢喜。劝勉因大家着专心意信靠主。使徒行传11章23节。这是咱来看，报告进前，有新的朋友吼，咱来介绍一下。林文科先生，林文科，感谢主吼。是咱TVBS 主办的迄个“虚手爱无限”100个哦，但是咱有一位就是伊吼，伊家己主动来教会。因为有真济伊的生命中间吼，互伊有深深有感受到讲，伊真需要上帝，所以伊家己行起来。我来咱用普卡声来给欢迎，以后大家哥多多的了解他。请坐。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一下？没有啊，好，请坐。以后有机会哈。还有一位是王丽华的家人，丽华姐妹的家人。哦，那个黄章信长老。对。因为这顶头有写啦，爱介绍。伊家人，伊无写什么家人，是。咱今摆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一，本主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礼拜中的司礼、招待、书献、献诗，拢是咱姊妹来担任，互兄弟用个较了解妇女事工伫教会重要性。第二，2月22日开始到4月18是大斋节期，伫这个期间，咱着祈祷甲悔改的迄个时期。所以，咱这个时阵建议主内兄弟姊妹尽量较莫去外口旅游，用读经甲祈祷来取代。第三，3月26小会决议的事项，有6点吼，请咱大家来过目。第四，2月26中执会决议的事项，拢总有5点，请咱家己也来过目。第5，各团契开始。约备办后一季，就是2023年的4月甲6月的聚会内容的安排。3月19以前，请咱交互办公室干事来登记。第6，咱教会要请干事相关的内容、甲薪水、甲福利等等的细节方面吼，咱来看公布栏。目前有3个来登记，吼，咱搁较需要遐这共同有看适合的。对的人来甲咱推荐。另外，具体消息就是初6明仔载，伫济南教会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要举行第76届同乡年会议会，林牧师甲长老张淑芬要代表本会来出席。代祷事项，咱来看，咱每周的代祷函，咱用祈祷来。为着遮需要代祷甲帮赞的人，咱来付出咱的代价。上周的聚会甲出席的奉献，咱来家己过目。下一周的服侍同工，请咱备办心。会计报告就是有各项的奉献，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若是有错误的，咱向办公室来更正。这是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主爱天父，愿感谢你疼惜保护台湾这个岛屿。
真侪国家有地动、严重的疫情、战争、大灾难伫发生。阮住伫遮有平安、自由甲民主的生活，这是你所赐的恩典。今年是世界公道日，3月初4，世界各国为着台湾来祈祷。这个美丽的福尔摩沙，伊有丰富的自然的资源，总是阮嘛爱面对生态破坏、空气甲水甲粪扫的污染。求主你光照阮的心，求你的疼甲智慧来充满阮，互阮知影要安怎来疼惜、保护、管理这个有饲阮的母亲台湾。恩典的爸，阮也感谢你伫教会中每一项的服侍，拢有看到姊妹积极的参与，因热心的参与，互事工顺利。求主你保守这群姊妹。伫家庭、亲子之间、大家新妇中间，职场有对天来温柔、喜乐、吞忍、宽容，毋但会晓做代志，佫更加有智慧来处理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求主祝福因。主爱天父，教会中有年老的长辈，需要人陪伴照顾的，求主你互因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教会中的细汉囡仔，保守因有10分的平安。兄弟姊妹真正互相相疼、相扶持，以耶稣做阮的模范，圣经做咱的准则，圣神做阮的引带。军队主耶稣，互耶稣得到一切荣耀。阿爸爸，阮也为着教会设教70周年献堂仪上，有圣神的光照甲引带，阮拍拼做阮会使做的，阮做袂到的，求主你来成全。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这是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4首。这是礼拜特别线，吟线请牧师接导。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的话，主阮搁一摆受到激励，受到提醒。愿主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中，诚做侪人迄个生命中的巴拿巴，会通来帮助着这个生命充满了挑战的人，互因会通安尼受到激励，也受到帮助，互因伫主理的国度内面会通诚做主理所要使用的大家要紧的器具，来利益伫主理的国度的广阔，也互阮伫主理的厅内面，阮彼此诚做巴拿巴，来互主理心得到安慰。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善。
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向在灭道避讳。